各位同學有冇聽過天下大勢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呢一句話呢？點樣啊？知唔知道呢句話係出自邊一部經典作品嘅呢？如果諗唔到唔緊要，等我而家開估啦。其實呢句話係出自中國一部好有名嘅小說《三國演義》。《三國演義》係一部章回小說，亦係我哋中國古典小說裏邊好著名嘅一部作品。呢部小說係講關於魏、蜀、吳三國嘅故仔。呢三個國家當其時佢哋嘅領導人分別就係曹操、孫權同埋劉備。佢哋當中互相有鬥爭，又互相有合作喎。於是乎造就咗好多好經典嘅人物。故事一路流傳，去到唐朝嘅時候，已經成為好多唐朝傳奇小說嘅素材啦。其後再去到宋明之間，有一個人物，佢將咁多個零碎嘅片段連起嚟，終於造就咗一部經典嘅作品。你知唔知道呢個人係邊個呢？佢就係羅貫中啦。所以《三國演義》係一部連續式嘅章回小說，當中分咗120回，將好多唔同嘅情節一一咁樣為讀者娓娓道來。時至今日，喺好多電影、電視劇、連環圖、動畫裏邊，都係取材自《三國演義》呢部作品㗎。既然咁精彩，你想唔想聽一聽裏邊嘅故事呢？嗱，如果你都想嘅時候，就請你靜心欣賞。話說曹操聲稱擁有80萬大軍，要南下攻打吳蜀兩國。形勢十分之危急啊！當眾人急謀對策嘅時候，有一個人反而氣定神閒喎。各位同學，你估佢邊個呢？佢就係諸葛亮啦。吳蜀兩國決定聯盟對抗南下嘅曹操，而軍師正正就係諸葛亮。諸葛亮先後用咗草船借箭、運用間諜同埋借東風嘅方法，埋下咗戰陣。最後尾乘住北方嘅士兵並唔熟習水性，一招火燒連環船，將曹操一方打得落花流水啊！馬老師啊，咁最後尾曹操點樣啊？哦，曹操你都講啦，喺赤壁之戰輸咗之後呢，就真係兵敗如山倒啦。最後尾呢，佢被逼敗走華容喎。咁即係點啊？最後尾佢係會唔會死㗎？小白兔你就唔使咁擔心。如果你想知道曹操敗走華容之後，佢遇到邊個人，最後尾佢翻去北面嘅時候，係咪能夠再東山再起？你想知道呢個結局嘅時候，不如咁啊！我哋一齊去圖書館借一借《三國演義》嘅一個系列嚟睇。你話好唔好呢？小白兔？好啊！各位同學，喺圖書館裏邊已經有一套《三國演義》小說嘅藏書，當中呢有好幾冊。如果你真係對《三國演義》嘅故事咁有興趣嘅時候，你不妨去圖書館借一借啊！當中我頭先提到嘅赤壁之戰呢個故仔呢，就記述咗喺卷5呢本咁嘅小說裏邊啦。《三國演義》係我哋中國古典小說裏邊一部極度出色嘅作品，而且中外都係有名嘅。真係好希望大家從當中攞到一個養分，繼而提升你自己閱讀嘅興趣，而最後尾就係提升你對中國文化、中國歷史同埋中國語文水平。最後尾希望大家都能夠投入呢一個古典小說嘅幻想世界裏邊，當中能夠攞到樂趣，開卷有益啊嘛〜